来是东北虎点秋香。做鬼的，上怨恨的，就是你这种害人的人。竟然会相信你的话，做啊去互秋香变起笑，想要靠你搁较凉冻，连伊巴肚内的囡仔嘛唔放伊转。像你这种恶毒的查某人，我今晚就应该互你死！要不要？秋香，你救命啊！秋香，你救命啊！蔡文姐啊，小凤姐啊，是恁答应我，讲这件代志要由我家己处理的。嘛好，这种代志应该由你家己来解决。秋香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今日叫小我，这一场我一定想足侪年做好你的，你爱心的，我来想你。陆玉姐啊，你莫惊啦，我毋是来找你报冤仇的。秋香，这是你报仇上好的机会，你千万唔通忍心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伊。小凤姐，若照你安尼讲，当初你害我起笑，我是毋是嘛爱找恁报冤仇？搁再讲，我想这一切拢是天意，要怪我家己，甲我的囡仔苦命，袂当怪别人，冤冤相报，何时了？秋香，你讲的是真实的，你毋是要找我报仇？陆玉姐啊，你紧起来啦！真若要怪，爱怪我的出现抢走撇好，才会害你这尔艰苦。啊，若无，我相信你嘛袂做出伤害我的代志，所以我无怪你。你真是无怪我，我害死你的囡仔，我害死你，你真是无怪我。这一切拢过去啊！我今仔日来，只是想要甲你讲，希望你看别好，永永远远拢会当过着幸福的好日子。我以后袂搁来搅搅你啊！你原谅我，你敢真是原谅我？你敢真是原谅我？秋香，啥咱遮尔啊相爱，做伙时间遮尔啊短，
我就知你一定来找我。你到位，你紧出来啊，秋香！相公，我伫咧遮。秋香，真正是你！相公，你唔通搁活过来！我即摆已经是阴魂了，你若我受惊，我会引起的伤着你，你知无？我不管，只要会当跟你做伙，就算我破病死，我嘛甘愿啊！相公，你是在别我心？你若搁活过来，我都不能走啊！好，好，你莫走，我求你，你莫离开我好无？相公，我已经是鬼啊，咱袂当搁做伙啊！我知，我知，想到咱这尔啊伤，经过这尔济困难，才当做阿某，也不过结果呢，也是袂当白条街路，这天公平，实在是太无公平，太无公平啦！相公，你应该爱足知足的啊！这世人，我会通拄到你，甲你相爱，已经是我天大的福气啊！你讲对无？我知影你是咧安慰我，也不过你敢知影？无你的日子足艰苦，你叫我一人死要安怎过？秋阳，我甘愿对你去。相公，你唔通安尼啦！秋阳对你的爱，永远都袂改变。我希望你以后若想到我，心肝头会感觉足温暖的。我即摆唯一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你会当画出流芳百世的图。相公，你答应我好无？我答应。相公，咱这世人的缘分已经尽了，你要好好保重你家己，莫搁想我。咱后世人再见。相公。秋阳，秋阳，你莫走，你敢知我就做话要甲你讲的？秋阳，秋阳，你紧出来，秋阳，秋阳，我就做话要甲你讲，你紧出来好不好？秋阳。秋香啊，你是安怎无爱甲画上，留董必好做纪念的？相公，伊对我用情太深，你若要甲我放袂记，要叫伊重新振作起来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若甲画上留伫伊的身躯边，只是增加伊对我的思念。我的痛苦，你是有够戆的。就准讲伊无画上，伫伊的心肝内，伊永远无可能甲伊放袂记啊！这我嘛知影，也不过我犹原希望时间会当慢慢化解伊对我的思念。我即摆都已经死啊，我可以当替伊做啥？你会用要去投胎留落陪伴伊啊？对吼，这嘛是个好的办法啊！你会当留踮遮，永远陪伴伊啊。也不过，若是错过了投胎的时机，恐惊你以后永远都袂当搁再做人啊！我嘛足想要留伫个漂浮的身躯边，看伊重新振作起来。也不过，你嘛知影。我是鬼，
我若留伫咧碧虎的身躯边，我的阴气会伤害着伊。袂当，为着相公，我一定要离开伊。你甲董碧虎两个人是真心相爱，互相替对方设想。我甲小凤在生的时阵，拢是为着爱，咧冤家食醋，闹甲掉刀自尽。甲你比起来，阮实在是足见笑的。蔡文姐啊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你甲小凤姐啊，拢是足好的人。我相信，恁后世人一定会找到真心爱恁的人。想办啊！我甲小凤已经错过了投胎的时机啊。秋香，请你原谅阮过去对你所做的一切。阮一定好好保护东北虎甲因厝内的人，算是向你赔罪。你安心去投胎转世，祝你甲东北虎后世人会当圆满幸福。多谢你。是有够可怜的。像我会当得到碧虎，遐尼真心的爱，实在是足幸福的。唉，不管伊连死，拢无啥物遗憾啊。在这个世界，像这种痴情的人已经无多了。蔡文姐啊，我想到一个真好的主意。你有啥物主意？你不是答应过秋香要保护董碧虎吗？是啊。你的法术遐尔强，会用变做秋香来照顾伊啊？对吼，我哪会无想到？在在生的时阵。我无法度会当得到真爱，即马做鬼啊，较算会当得到碧虎的真爱，安尼毋知有偌好咧？那安尼我就莫叫了你哦。真正是你，你唔通离开我，我袂接近你哦。相公，我想足久啊，我唔甘离开你，所以你若是愿意，我会当逐暝拢来陪伴你、奉陪你。不要，那呢，你就莫离开我吼。姐啊，你回来啊！哇，看你笑甲遐尔欢喜，咱讲爱情的滋味是遐尔甘甜哦。你是后袂讲啥？蔡文姐啊，你是不是真是对董碧虎有意思？想袂到，爱情的感觉是遐尔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带如阿嫂来啊！
相公，我是来甲秋香念香的啦。哎呀，我看你这东西都袂歹咧，个人当只扫把啊！是啊，你哪有用？就看你工课，定敢顾会去。早就叫人斗相共啊啦！哎呀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说，伊一人惊鬼，唔敢来安然后拖来。规工一个人咧疑心鬼啦，家己咧惊家己啦。啊，讲呢，四个以前迄个江湖术士，去咱都做法咧掠鬼呢。你甲看，精神无啥好，就知影伊哦，本来暝暗时拢困无好。有受到教训就好啦。你嘛啉茶。哦。哦。嘿，阿爷，啊你房间内底衫裤咱拢无看到啊？啊你酒缸拢穿这输哦，拢无啊？相公我拢无换啦。无臭挂生命，换就对。既然你拢有换，啊，我房间内底才变扫甲才清气着。哎呀，这是谁做的啦？当然嘛是秋香。啊！你免遮紧张啦，但秋香已经过身去啊，遮所有代志，煮饭、洗衫，拢是我一个人准备，无啥物通奇怪啦。哎呀！平平拢亲兄弟啊啦，莫相骗啊啦！你双手哦是牙鼻咧画画呢，我也捌看过你做过家内事啊啦，一定有查某甲你斗相。你即嘛是咧白讲啥？免闹查某啦。阿兄，阿兄，主动溜掉我，配合一定烦查某，你甲照顾，一定是秋香阴魂不散。你死就死啊！佮你甲我抢红菜，你莫继续讲你做鬼，我就无你发心。看我安怎该收拾。何主教，你何须相见？我的红衫当别好，受到伊死去的细雨，秋香阴魂甲颠掉咧，想要拜托真人，会当将伊阴魂甲收起来。要收一个孤魂野鬼，那是真简单的代志。也毋过真相冤气，事后需要调用法律。这是我一点心意，卡输你来当甲秋香阴魂甲收起来，而且互伊永远无法度超生，我一定加倍甲伊说多谢。本真人一向看钱无重，也毋过看到你遐尔关心恁翁婿份上，好啦，我就答应你要求啦。多谢真人，滚头机，相公啊，换你啊！相公，相公啊！歹势，惊伊啊困。呀，我会哦。想袂到，佩好真正是受到我的阴气所伤，身体愈来愈虚啊！秋香，你甲我出来！你已经做鬼啊！你敢抢我红婿，我今日就要请太医真人来甲伊收拾。那是你，哦，陆长，我甲佩好两个人是互相意爱，你莫想要来甲阮拆散。刘勇啊，你常常久有讲你对不起秋香，爱伊原谅你，结果呢，你搁带人要来找伊的麻烦。人在生的时阵，你唔肯放伊煞，即摆伊死啊，你搁无要生存落。